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民来关心台中第2选区哦。台湾基进立委陈碧惠罢免案，顶礼拜已经有正式有投票结果。咱看讲同意票是77899票啦吼，有超过1/4的人同意罢免吼，所以咱讲罢免案是过关。另外咧，咱嘛讲到陈碧惠即阵是吼，咱讲头一位被罢免的立法委员。不过咱讲吼，最近2冬来啦吼，经历过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吼，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的这个罢免案。另外，还有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咱讲陈碧惠无同意罢免的这个票数嘛是创新高，咱讲是73433票，嘛是挖近1/4啦吼。虽然这个结果对台湾基进来讲是失去10个这立委，但是嘛有专家讲哦，这对台湾基进2022年吼，咱讲这个地方选举是真正有帮助的，甲这个比情的这个票拢吹出来吼。但是咱嘛讲到，根据到这个选举罢免法，2016年这修正案，同意票吼无，咱讲比这个无同意票较济，啊同意吼，咱讲只要1/4这个坎吼。咱讲吼，这是新制定的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最近4冬啊，这2冬以来已经有几啊届这个罢免的这部分，所以有人讲这1/4的这个咱讲罢免的这个坎吼，是不是伤过头价了吼？但是咱看到讲，民进党内底无共款的意见吼，立法院这个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伊就讲吼，这个袂当讲吼，昨日选书今日就要甲冰倒了吼。但是咱嘛讲到，陈碧惠这个罢免案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规个这个政坛，尤其吼最近近2年吼，无论是咱讲年底这个公投案啊，也是讲这个明年的这个地方选举，拢总会起一寡这个变化这个部分。另外咧，咱嘛来看到讲吼，这个未来啦吼，罢免是不是会吼影响到另外一位，咱讲无党籍的这个立委吼，这是林聪祖啦吼，咱讲陈碧惠罢免了后，后一个吼，咱讲就是这个林聪祖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台中第2选区遮的这个部分会安怎来去变化，尤其伫明年吼1月底的时阵，都爱选出来这个补选这个部分吼。咱讲国党吼，国民两党甚至是台湾基进要派上，啊，像民众党嘛要来插一卡啦吼，这是爱好好来观察。啊，若真正要补选的话，国民党要派上咧。咱看到讲吼，这个在地势力真深的这个吼严宽宏啦吼，是不是严格这个势力会搁转来到台中第2选区这个部分？另外，咱头都有讲到12月18这个4大公投案啦吼，即阵咱嘛讲到会受到一寡这个吼，咱讲影响甲牵连啦吼。咱看到讲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安怎讲咧？伊讲吼，这个4大公投啦吼，甚至讲反来猪啊，还有这个海草大等等这个部分啦吼。这4大公投案是要对这个蔡政府的这个无信任的这个投票，但是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是讲啥？公投应该是就事论事吼，莫安尼政治来操作吼，应该是要回归到政策本身。今日咱透过这陈碧惠的罢免案，咱来好好讨论未来安怎影响咱政坛。现在要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请台湾基进桃园东部执行长拿树坡，树坡了。大家好，我是桃园 POSPO 拿树坡。第二位咱要请前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郑兆新，兆新兄你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请政治评论员林罗水，罗水兄你好。大家好。是啦，咱来看到讲吼，迄天选举了后，罢免了后吼，陈碧惠是安怎伫台顶吼，佮鼓舞的这个群众。另外，咱嘛看到讲，伫咧山区总部，迄当阵的情形是安怎？先做来看。大卡支持者加油声，和陈碧惠的目屎忍袂了流来。罢免案通过，陈碧惠讲是伊的努力，无互当地乡亲肯定。咱台中第2选区的民众认为，还阁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因认为我做了无够好，这毋是大家做唔对呢？这是我陈碧惠做了唔对，做了无够好。陈碧惠正是史上第1个被罢免成功的立委。台湾基进党也失去立法院唯一的立委席次，党主席陈玉基正遗憾无收掉台湾第1张民主骨牌。这张骨牌第1张倒去，刷落来，莫讲其他的报复性的罢免。12月公投，依然是台湾民主工具最重要的一个表现。陈碧惠带团队伫咧台顶向大家行礼，支持者互相加油。另外一边，3区总部现场大家心情真好。带头人杨文元讲，罢免的成功是互全国的民代爱会记的对乡亲加土地的承诺。在你选上的时候，你对乡亲的承诺，对乡亲的政见及乡亲对你的期待，如果你当选了，你违背了。陈柏惟
就是会是一个最好的典范。这边投票有效票151332票，到同意罢免的77899票，占51.48%；无同意罢免的票数73433票，占48.52%；无效票1235票，投票率51.72%，是2016年修法降低罢免条件了后的新高。包括因为陈柏惟个人言行的特殊性，所以一般来讲，很多人说罢免是仇恨动员，但这一次的动员恰恰是要抑制仇恨，所以可以得到很多我们台中强调包容跟多元的这样的特色的选民的认同。伫暗时，陈柏惟踮 FB 感谢每一位投票的人，讲投票已经结束，无论立场如何，希望大家最近来修复社会必顺。礼拜一早起也会开始写票，中选会会伫咧28举行委员会议，审查罢免案投票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咱先来看就讲吼，这个票数这部分，咱头头讲的同意票是这77899票，无同意票吼是73433票啦吼，所以咱讲吼，安尼差起来是4466票啦吼。啊，但是你若斟酌来看讲内底吼较有落吼，若是用这个总选举人数的这个票数吼，咱讲同意票是差不多26.41%，另外咧，咱头头嘛讲到吼，这个无同意票的这个部分是24.89%啦吼，所以咱是用到这个人口数来去算的吼，咱咧先来请教苏普啦吼，安尼其实差无到2%啦吼。以恁的这个观察，甲过去恁家己的这个估计吼，甲统计内底，安尼是毋是吼100有当时啊吼4466票，可能就翻过啊？这基本上即个选举吼罢免的过程中间，首先咱嘛是爱甲大家回一个失礼啦吼，嘛说一个多谢，就讲。即个规个国家吼，包括讲台中中立选区吼，对咱片委的支持，咱基进的支持吼，佮民进党的朋友啥，其实过这过程中间吼，规个台湾本土对咱的照顾，其实咱都点滴放在心肝头吼。虽然这个结果对咱来讲是足艰苦的，毋过咱嘛是爱接受。当然嘛要去思考讲，这过程中间吼发生啥物代志，出现啥物状况。咱会使看讲，即届罢免其实的投票率是比进前的罢免无讲较低啦，甚至讲也比预测的较悬淡薄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投票率愈悬的状况之下，当然这对这个罢免来讲，会变成一种两党甚至讲是两个势力的互相的 Q 来拖安尼吼，这个过程中自然就甲这个选举变成较激烈。OK， 这是一个现象。是一开始的时阵吼，恁本地暗算可能嘛是要冷处理啦，但是尾啊真正吼爱写到这个建骨的时阵，这个陈柏惟吼，迄当阵是100点钟行这个民主的路啦。为什么迄当阵就冷处理尾啊真正吼要甲这个所有无同意票的这部分要甲吹出来？基本上嘛是因为看到一个现象，就讲一寡的指控甚至讲一寡谣言伊基本上都有一寡抹黑的成分存在。对这个过程中间要如何互民众对咱这个议题有基本上搁较侪熟悉认识，所以用这个可行的方式，互大家看到。事实上嘛有一个好的影响，因为大家在过程中间会熟悉譬如这个人，会知其实伊若像毋是像别人讲的安尼，也是讲甚至咱咧市场我去遐14天左右，民众咧市场拄到咱的时阵，其实伊就会讲，原来咱像甲电视讲的小可无相像，因为这嘛是拄到一个问题，就讲这罢免的这制度的设计，到底大家去支持，还是讲登记的罢免票，的数量，还是讲伊的代表性，真正像大多讲的，就讲，伊代表是譬如会违背着伊对选民的承诺嘛，还是讲只要咱甲过去无同意的人，动员甲吹出来，这罢免案就会过。我是认为讲，这制度性的讨论，当然是咱台面节目要讨论的部分。制度的部分4分之咱等好好讨论自咱讲选票的这个结果啦咱头来讲差无到2%啦咱等下当互大家搁较看清楚，这个5个选区内底伊这得票的这变化先来搁请教这个赵新兄啦咱头来讲着2%以内民进党顶礼拜咧股票的时阵嘛是这个3%以内你迄当做咧估计的这部分咧，是毋是100？咱惊讲这个投票率若是无吹出来，可能这个罢免案是袂过关的。其实咱讲来反对甲赞成咱头前来股票是应该是差无偌济，毋过咧投票率遐尔啊悬超过50%，这是大家可能较无想到的。OK。
首先爱感谢吼，无论是赞成吼，还是反对，大家拢海选乡亲吼，共同来完成咱讲即个民主运动的过程吼。啊，即届遮悬的投票率吼，这实在是咱民主的一个非常高的参与啦吼，有遮悬的参与吼，这是咱讲罢免运动内底吼，其实讲是大家的投票意识，甲这个民主的意识吼，是拢是真悬的。啊，毋过即个咱看到就是讲，有当时人讲啊，你是可能是地方派系的运作，啊，毋过若是过高城，你是无可能讲照一个单纯的派系，还是单纯的进动，嘛毋是民进党动员搁较安怎，嘛毋是讲地方派系，还是国民党动甲安怎，动甲密密麻麻，拢毋是安尼，是讲因为有足侪声量领袖对这表态，表态了后呢，选民讲实在的，对这个议题关注度就摕较足悬的， OK， 摕较足悬的时阵，就是讲这票我是要投无，我慢慢投落去看起来足紧张的。讲实在的，咧投票进前，两边拢感觉讲无啥信心的，拢足紧张的，所以他自然的就提高了这个海线乡亲自主选民家己要投票的这意愿，佮加上两边有小寡的组织动员，拢是拢有的吼。啊，毋过咧上尾的结果，这真正拢是选民的选择。啊，毋过我嘛感觉讲其实我照你来讲啊，虽然讲咧选前选举有足侪物件，咱就提出来讲，这个无好，这个无好。啊，毋过你投票了后，他卸票咧台顶算讲较有风度的，这个要给他学到，要给他赞许。后壁大家可能嘛是咧补选的时阵，大家要安怎继续来经营？我讲实在的，就是咱这讨论的过程中间有讲蔡英文加入朱一伦加入，江启臣加入，甚至讲习近平加入。啊，毋过在补选的时阵，它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咱台中市第2选区的选民，他在等待我们大家来说服他，所以要以选民为核心，大家来进行这个选票。说服的过程，我感觉这最重要的。是吼，伫咧咱讲罢免说服人安怎甲这个你无同意撇位，还是讲你同意撇位的这个部分拢化作你的这个选票。尤其咱头拄也讲到，这是一场咱讲罢免史上这投票率上悬的但是咱头拄嘛一直讲到若是照这场咱讲最近2档的这个罢免案的这个结果来去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迄当阵伫咧去年的6月初6迄当阵。是差不多42%外的人来去做投票，咱看到讲同意的这个票数差不多是93万安尼甲换算落来同意罢免的有40%啦4成左右的人来去做一寡咱讲投入的这个同意票这部分。同市议员王浩宇这个部分是25.81%是同意罢免的最后嘛是通过了另外来看到讲高雄市议员黄捷这个部分伊是高雄第9选区，迄当阵同意票敢若占无到2成但是无同意票嘛是超过22.43%啦另外就是讲这个无同意票有一个过关，有一个无过关，一个过关，过关的是这个单撇位啦但是咱看到讲。这个票数嘛是真惊人，尤其24.89%的这个趴数，真正嘛是咱讲真侪政治人物看起来嘛是真意外啦继续请教罗水兄，安怎看讲单撇位伫遮嘛是摕到差不多要1/4的这咱讲无同意的这个票数咧。罢免甲选举有一个本质上的无共款选举就是正面诉求，所以去负面诉求拢会家己受伤。OK， 但是罢免迄个即摆看起来所谓的迄个复仇性的罢免，世界大家咧拢讲，2党无咧讲尔啦，社会拢咧讲啦，学者嘛开始咧讲啦。即个复仇性的罢免毋是今仔日早安尼啊。迄阵要罢免蔡正元的时阵，迄足早嘛几啊档前，人咧甲我招啦，我就讲，我。喙齿都白苍苍啊，像这个罢免这个愤怒青年愤怒的少年人做的代志，你免招我啦。OK， 我就这句话真清楚，我就点出这个罢免恨的本质啦。OK， 所以最近学者在讲这个罢免复仇性的这个仇恨愈来愈强，看要安怎社会拢袂平安，所以后届这个罢免要改善，大家莫往迄个仇恨的方向去引导。我就甲笑，讲你这个罢免的本质就是仇恨。OK， 你讲莫仇恨，你唔要来
进行一个爱的罢免哦。迄无可能嘛，本质是安尼啦。是。啊，所以这真可怕。所以罢免蔡正元，蔡正元我是足讨厌啊，伊的一寡诉求组织我拢足无赞成啊。啊，但是讲不要找我，对遐开始，我一直积极，毋是积极啦，正面批判这个罢免制度的目标啦。所以阵啊，民进党讲要修改罢免门槛，尤其迄个时代力量在迄个一个民粹大楼领导之下去设立法院，讲要来修改罢免的门槛，我嗨啊，这哪会使呢？是，我反对。我是甚至个真清楚个经过。讲这个罢免这款制度，也是直接民权这个制度啊，对迄个推动进步主张的小党绝对性的不利。OK。啊，伊唔听，啊硬个冲出来啊！是。啊，你看恁迄个黄国昌偌惨，去向罢甲皮皮喘。是。啊，无干呢，迄个投出来无过关。啊，但是伊迄个赞成罢免的票啊。比反对罢免的票加一倍。OK。啊，这个为什么？你既然这个罢免的本质是新，所以符合这个新的人会去你动员出来，会去投票。啊，迄个要另外要反对罢免的人，伊就不迄个动力嘛，所以袂出来投。所以今仔日啦，这个陈柏伟当摕到24.89，差一点点就过手。是。这是惊死人！你甲看，尤其迄个甲黄捷比，黄捷是民进党总动员嘞。啊，然后呢，黄捷形象比陈柏伟较无争议。哦，啊，搁这个凤山比迄个大家迄个所在蓝绿啊，这个结构基本盘 OK， 遐较厉害哦。而且这个大家清水这是平手。是。啊，所以在这个各种条件，这个陈柏惟拢输黄捷，结果反对罢免票佫赢，赢差不多要几万票的款。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坚实的这个支持者。所以这个动员力啊，我认为是真惊人。OK， 也是有个动员力吼。啊，这动员力对来，唔知影。迄个国民党就讲哦，这个迄个对方啊诉求。抗中保台是失败，嘿嘿，那是抗中保台吼，有法度动员到24%无？我看有困难哦。OK， 所以伫迄个迄款的罢免，本来反对票，反对罢免的人就会真少的，啊，叫你动员到24%，是，迄惊死人。伊讲我主席欢喜到要死，你看。你抗中保台，我来给你挑战，战一个我赢。是，你年底个战看嘛来安尼是？你每年个试看卖啊 OK， 你可能个用这个数据试看卖。是，所以头拄啊，这个罗水兄有讲到吼，若是用高雄市一个这个罢免，高雄凤山，咱讲立的这个结构吼，也是基本盘本地就大过拿啦吼。啊，另外咱来讲到吼，这个台中第2选区这个部分，头拄啊嘛有讲到吼，这个基本盘拢无相共的这个部分，但譬如。这经过1年9个月这个拍拼吼，也阁有24.89%无同意吼伊的这个罢免案。另外，咱有讲到这5个这个选区，伫咧沙鹿遮吼、乌日、大肚吼、龙井吼，阁有这个雾峰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乌日啊吼，无同意罢免的人16037票吼，啊同意罢免的是15375，遮的这个无同意罢免票是比同意罢免的票较侪。咱苏波，你观察是啥物？我认为讲，咱先看这个选举吼，就讲，咱咧讲即届吼，这几道安尼罢免的选举的部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讲，除了韩国瑜伊是首长以外吼，其实另外3位拢是民意代表。是。哦，甚至讲，咱来看，比如讲头一个王浩宇吼，伊其实咧民进党的党籍的时间无长。无长啦。哦，伊咧罢免的时阵，其实才1年，无到1年的党籍尔。其实原来是立党的。啊。黄捷当然，伊一开始是时代力量，后来是无党籍嘛，退党了啊。包括咱譬如是吼台湾基进，是。所以讲，咱来看这2年的罢免这个过程中间吼，袂使甲伊讲当作是完全共款的代志。伊嘛要看伊讲，这第一是伊的身份无共。OK。吼，所以身份无共，自然为什么吼韩国有的人罢免是伊首长，吼伊去选总统，吼啊市政可能需要。
4甲差大家无同意，所以有一个罢免的问题。问题是到王岳虎也是讲黄捷，因作为一个少数民意的代表，敢会使安尼用透过群众的安尼力量，集体的力量甲罢免掉。我认为讲这本来就是会使讨论的代志。当然，譬如是立法委员，譬如的文政，咧评鉴内底嘛是袂歹。当然，即届拄着罢免，像拄拄罗水前辈讲的，就讲这是一个分的动员。毋过咱嘛要看一个问题，就讲讲譬如咧即个台中第2选区的表现，真正拢则无人互人赞成，还是讲无人互人肯定吗？其实我会使看一个问题，就讲其实你看同意罢免的票，其实比迄阵支持另外一个候选人的票，其实无较济啊。迄当阵伊摕着10万外票哦。对，对方嘛，对方10外万票，不过即届要甲罢免了7万外票尔嘛。所以我意思就讲，其实。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头拄讲的，就讲即个罢免的动员本身来讲，对罢免方是较有利的啦。对要无同意罢免，本来咧一开局来计，对咱就是较不利的状况。不过开出来票数24.89%，其实嘛，接近有1/4的人，其实是希望这个人留落来。当然咱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就讲这个民主制度罢免对民主这些防腐剂的方式，这个方式，这种状况有人滥用无 ？OK， 就是变成讲，咱逐年拢咧选举，大家拢有选举，甚至讲这个罢免的理由，其实你讲到头来，其实伊的理由立起来，拢是对于个人的讲话啦，还是个人的行为啦。那不过这个社会开偌济成本来做这个罢免甲反罢免的，我认为讲这是一个最严重嘛是未来要思考的问题。是啦延续着头拄罗水兄所讲的就是讲这个主席啦看到讲哇，这个罢免虽然这回这个过啊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啦嘛无解，咱讲偌乐观啦继续请教赵先生，有乐观啊无乐观？其实咧无乐观的权利啦，这个是讲咱自2016年了后，咱的经济对国民党来讲一定是一个足被动的状况。都讲啥物拢可能拢唔对，可能有人就讲咱国民党就是较啥物抹红啦，或是讲较支持中国大陆安尼所以我们在很多议题上拢较不利啦不过这届咧有这个罢免案过了后这是讲。解除劣势不过无算讲取得优势，大概是归零竞争啦，就是公平尔啦。公平了后咧，咱国民党还是讲，咱有啥物政策，咱有啥物对人民的想法，趁这个时阵，讲好清楚，讲较明白。如拜访嘛莫讲气馁安尼，嘛是讲我可能过去有讲一寡话，可能互大家想讲是过冤仇，还是讲对人较歹，讲诶，咱来调整一下，大家理性来对咱家己的主张，做伙来看，向较会当讲说服，咱拢第2选区的选民，还是讲咱规台湾的选民，把它回归到政策。过去的时阵，罢免的制度，对世博兄跟对我们来讲，其实都不是当初的主张者。过去是民进党主张较济，有时代力量主张较济。你时阵我记得民进党少数站出来反对这个制度的，就是咱罗水金培这个林濁水委员。那其他的呢，就是很多人是说这个是民主的权利啦，一定要较低啊。这个时候当时是为了为过而过，可是那时候无想到讲，其实咱民主到即嘛转型已经到一段时间了。好，这个阶段应该是民主巩固。OK。那下面是民主巩固的，民主巩固就是咱的制度要安怎，好，大家对咱民主够有信心。对我们大家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新陈代谢，好，够较有想法。好，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可能是为了要去击败某一个政党，所以我们没有去顾及到这个制度有没有长治久安。所以当他在韩国瑜的罢免新制度被发动的时候，恭喜在后边的循环跟过程，我们不要说是不是报复，它本来就是政治学理上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初在修法的人，其实金马5G的界定，包括我们现在的基麦市长，真的是有这个责任出来说明说。当初我是安怎想的，今麦我搁安怎想的。是，所以咱来看到讲迄当阵2016年选罢法改变了后修正了后，然后迄当阵提案人数啦咱看到讲罢免的坎上2分之一，投票率你爱下过
一半5成同意票，你嘛要超过有效票、有效票的这1/2啦吼，啊同意票你也加过吼，比这个无同意票较济啦吼，而且咧，即阵改做是咱讲的1/4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头段嘛讲到对小党真正不利啦吼，啊继续咱搁请教这个罗水兄啦吼，所以这个未来啦吼，安怎修咧？即个过去提案的人，搁再起来该呼吁一届，一个对首长，一个对民意代表。OK， 我的立场是安尼啦，是民意代表无用罢免，无应该啦吼，无应当罢免。是啊，首长我无反对罢免 OK 但是我嘛无去甲支持。就是讲首长啊，伊的政策爱多数人甲支持。是，所以当即个首长的政策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时阵，甲罢免，理气徛会在。是。啊，但是另外一部分，咱即个民主时代前期拢短短啊嘛。啊，罢免的意义无大啦。OK。所以我袂去甲反对嘛，袂去甲赞成。有徛会在的所在，嘛有徛袂在的所在啦。是。啊，但是民意代表呢，是的，民意代表都爱互伊有讲话自由的空间。OK。所谓言论免责权。是。啊，你有言论免责权，就可以啊。啊，即摆讲你讲了有毋对，要甲你追究。有影。啊，就是我矛盾嘛。是。所以全世界拢找无即个罢免国会议员的啦。啊，美国罢免嘛，基本上基层的官员甲民意代表有罢免，美国清一色毋捌罢免过一个国会议员。啊，即个保障国会议员发言的迄个言论自由嘛。啊，即个先几百年来200-300现代民主开始了，拢毋捌发生。OK。一直到前几档啊，英国才开始罢免国会议员。但是因罢免失利，免伤欢喜。哦，你看，咱嘛对呢。英国人这民主上元老的，伊嘛咧罢免国会议员。伊咧罢免的前提说，你有歪歌。犯着刑事去用判刑，还是有罪，才会当罢免。这讲得真清楚，迄就是民粹，全世界拢伫流行。啊，那民粹落去的时阵，民众好，迄个人退，有诶较极端的人讲，迄个人退下来甲罢免。啊，这个罢免的这个民粹的风气啊，是压力着英国国会议员，伊所不得不改法律。OK。但改来改去。伊嘛真巧，守着一个原则，你是犯罪才罢免 ，OK， 唔是言论罢免的。所以笑死人，中华民国也好，台湾国也好，所去发明全世界拢无的，因为言论的原因来罢免国会议员。哎，宪法言论免责权，抬掉 ，OK。不像话嘛，那足乱来啦。是，所以这个言论吼，免这款本地就是立法院吼，这个所谓立法委员的这个权利吼，头拄仔罗俊兄嘛有讲到吼，那是因为伊的这个言论吼，真正是较无好听，也是你听袂入去啊，因为这个理由来罢免吼，这个立法院的也是讲立法委员这职权免这权利就甲摕掉吼，毋是因为安尼吼收分的这个动员吼。另外，咱嘛讲到吼。中选会伫咧即个吼10月底进前都要解除掉吼陈碧惠立委的这个职务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今日陈碧惠嘛伫咧立法院吼继续来接顺吼，继续来完成伊一寡吼立法院的这个吼职务。先做来看。陈委员早安，委员早。早。我注意到吼，前阵啊你去美国。罢免通过了后，陈碧惠第一届一巡是恢复台语来提问。第一一巡进行几啊名民进党立委嘛来为伊鼓励，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民嘛找伊来讲这话。好了，好，我们还有1个礼拜嘛，不要这样。这届罢免通过，陈碧惠对着是不应该来修改选罢法是无意见，不过对着留落来的立委时数，伊是希望基进党会当继续来提名党员参选。因为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很多都要回去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哦，可能要先看一下祖宗18代有没有人犯罪偷窃。而且可能立案通过罢免投票的台北市中正万家区的立委林长佐对着选罢法讲应该来修法，伊是回应讲，既然叫点名是下一个对象都无适合来讲这，今嘛嘛无思考要安怎来应对。到底什么样子的策略是最对的？我想这个还是也不可能一时之间就真的可以去把它规划清楚嘛。那但我们会非常严肃的来因应这一个问题。今嘛民进党来对着罢免的相关规定是应该来修法是无同意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啊，民进党甲他选择对着家己有利的方向。
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对。昨天嫌罢免门槛过高，今天又嫌罢免门槛过低。那只要罢免对象是国民党的，他们就觉得门槛越低越好；如果是罢免的对象是绿营的，他们就门槛越高越好。朱立伦强调，就算是过去旧的选罢法的制度，但撇位的罢免也是要来通过。不过朱立伦并无来说明国民党对着这个议题的态度。记者张志雄、平组吴家宝台北报道。所以咱就讲到吼，单撇位这个罢免案吼，会影响到未来政坛吼一寡这个影响。咱头拄讲到是这个公道的这部分吼，嘛有讲到吼后一个罢免的可能是重组啦吼。另外，咱讲到2022年1月底就要完成补选，所以有真侪人选吼，通好来选择讲吼，到底啥物来补选？咱头嘛有讲到吼，可能是严格吼。严宽宏啊，继续出来选吼。另外，咱讲基进头拄啊嘛，只讲吼，爱问过这个爸爸妈妈啦吼，也是讲吼叫谁出来选。另外，咱嘛有讲到一个可能的这个人选是咱讲乌这个议员吼。过去嘛有对决到，咱讲严宽宏吼，2013年迄当阵输伊差不多1000外票啦，啊2016年的时阵差不多输严宽宏5000外票啦吼。继续来请教苏波啦吼，你会当来回答讲啊，对国民党吼，也是讲这个民进党未来吼公道的应用。啊，另外咱嘛会再讲到吼，咱讲到。严格伫这个中二选区吼，啊，还有咱基进未来布局是安怎？就去罢免投票一天吼，咧雾峰的早，其朱主席就去雾峰扫街啦。是。所以我认为讲，要简单用 NGO 还是讲少数的公民团体作为这个罢免的这个带头人，所以就是用这来决定这个罢免的结果。这种讲法是小可较淡薄简单啦。就讲即摆罢免，以这个规模来讲，若无进党的力量咧内底去杀，是，去拖，基本上要舞到这个程度，我想是困难。所以未来咱嘛要思考这个问题，就讲对一个政党来讲，咱若是看即届的罢免，咱是看即项的尔，毋过实际上毋是嘛。因为这2年中间已经出现着4届，甚至可能随着要第5届这个罢免。所以这对这制度的讨论，其实毋是用台湾基进来看，这个撇为这个事件，撇为这个案件尔。甚至是讲咱看的是讲，这2年中间的台湾社会为着罢免这个物件，咱已经开化一个社会成本啦。所以第二个问题就讲，因为拢足拄好的啦，拢是我的朋友啦，不管是撇位还是重组，真可怜，所以无得甲聊聊嘛，可以去网咖甲乌烟安尼。问题是因的文静的表现，敢讲真正遮歹，歹甲讲需要互人罢免嘛？我是认为讲这嘛是一思考一个问题。所以咱来讲就讲，即摆的罢免为虾米互人变成讲去思考，爱去调整，还是讲爱去变化。这主要一个较重要的理由嘛，是放咧讲，因为即摆的罢免已经变做是2个势力咧对决，咧揪啦吼，咧揪。当然，小党的民意代表，还是讲无党籍的民意代表，伊卡咧中。作为一个这个夹心饼干同款，伊当然是真辛苦。不过问题是罢免若发展到即摆程度的时候，自然就是一定是国民党还是讲哪一边，还是讲本土的，青的这边两边咧对决。啊，这个状况之下，当然不管是撇位还是讲重组，当然，这对小党的发展是足大影响。是，因为对因来讲，未来就甲罗主席讲的嘛，就讲以后啥物人讲话的时，你在国会内底有国会免责权，但是你在社会上面没有言论免责权。你若讲啥，讲到死甲差无对，你往放大嘛，甚至讲移花接木，要甲你抹黑嘛有。安尼自然台湾社会、台湾民主政治，永远就无可能恢复一个咱讲民主的巩固期。所以咱思考一个问题啦。未来这个中二选区的选举，咱嘛必须要讲，台湾基进作为一个政党，咱爱有咱的立场，咱必须要讲，即摆撇位落来，咱有人有适合的少年囡仔，有适合的政治人物，会使甲这个担扛起来。这当然是咱的立场嘛。问题是，这是一个台湾队，咱本土立场、本土的这个阵营，大家参详嘛，大家讨论嘛，就讲未来谁会使替咱台湾搁把这些收落来，这当然是第2阶段讨论的。所以有的人就看到空啊胖就讲安尼你是不是咧冤家啦？毋是讲你是不是咧安怎无拄好啊啥？我感觉这是大可不必啦。来看台湾基进伫咧这会啦其实嘛有这个民进党迄当地议员陈世凯伫遮做帮忙咱看到讲这这场合内底。这个世凯议员嘛帮助这个撇位真济啦啊，都有人传出就讲伊可能会伫这区来去
对决吼，但是咱讲民进党也未完全表达因的立场吼，啊，基层者是希望会当有补选，但是是毋是恁的这个党员拢有户口伫遮嘛也无一定啦吼，所以到底未来这大力小力安怎去协调去合作吼嘛是有可能的。继续搁请教这个赵新兄啦，咱头都有讲到吼，这个未来吼，无论是公道也好，也是讲吼，这个后一个罢免案，甚至是这个重做啦，甚至咱讲到2022年吼1月底这个补选者，国民党嘛一定要甲摕落来吧，是毋是安尼？其实是安尼啊，当初咧罢免的时阵，咱就讲吼，其实不管是民进党、基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会当提出上好的候选人，互咱台中区咱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有一个上好的选择。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和各个进党看起来讲，咱台中市第二选区到底咱需要什么款的候选人？毋是讲罢免，就是讲一个进党还是一个光谱，那种没救的，没有这种事情哈。所以讲，看到民进党不管是世凯还是讲基进党要来找什么款的优秀的人才来，咱拢欢迎讲优秀的人才，包括咱国民党，你讲一定是什么人什么嘛无一定。啊，不过看当初咧选区的好感度嘛，其实讲尴尬，讲严宽恒。那不一定是他，也不一定不是他，但是他在这个选区的好感度，在过去咱的调查的时阵是34%嘛，算讲是真悬的。啊，当时票位做出来的好感度调查差不多26%，嘛无低，好也不低。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讲你第一个选区你是安怎把持势力多强，这不是咱讲选人的标准啊。我讲实在的，所以很鼓励大家拢爱出来。啊，不过这个罢免我嘛是爱讲这其实嘛，甲基进党的政策有相关的关系，因为在执政党就这个政策，包括疫苗的政策，我就看到我一个学长伊是较挺票位的啊，伊改水的原因的时阵就是讲咱政府可能疫苗的政策，较比较不得人心，可能大家投票的时阵，那如果说跟着执政党的这个提案去投，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影响，可能一想讲，伊想法是非战之罪，不过这个想法，咱看到后壁的。不管是补选，还是后边的公投，咱就想讲，其实咧，基进党的政策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内，他要进行？那么就是出国较大力的，去说服民众。那么就是讲，咱个改变咱的政策。所以这真正是这个影响到后边的公投跟补选，系啊，这影响哦，这其中选举就是。变做是。基进党的政策当然因为不管是大党跟小党，我们都要对执政党的政策做出应变。我可能支持，我嘛可能反对，对不？这个之后选民就会讲我可能会有连带的影响。所以咱讲到这个朱主席啦伊讲年底翻内地啊，咱头都讲到海草大，甚至还有这个核能发电的这个部分买手会安怎影响？继续我请教罗先生。我看真心实啦就是朱主席啊，拄则讲你民进党在野，都要降低门槛，在调都要提高门槛，错了。OK， 即民进党执政的时阵，门槛才降低民进党执政，而且这个国会绝对多数就降低是，所以并无朱主席所讲的安尼啦。但是即摆听朱主席的话。那阵真亲像伊反对去降门槛那安尼，朱主席你甲国民党的过去是无共款编去根本就变做国民党才对当然即摆民进党嘛有人讲讲这个过去坚持这个门槛降低，看起来仇恨性的动员、报复性的罢免直来，袂停这害台湾的害是，所以主张要降低主流讲加时郭建明反对呢？是啊，你拄则会讲的话，说比较朱主席讲同调，若无降加时，朱主席感觉真正欢喜，有问题无唔对，罢免对小党不利，国民党甲民进党上较大党，因为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大党小党有一个根本的基础啦，是，对台湾政党。的支持上高的关键，认同台湾，认同中国啦，是的即摆认同台湾6、7%啦，是，认同中国的3%无够呢。你即款的底子，要甲人拼罢免，唔知影甲你是迄个基础是大是小，咁好，所以唔好安尼
把一届赢，好，你就冲个人，坐好，较去甲保护。啊，讲哦，未来的时阵，这罢免，今仔日罢免这个这个陈柏惟是叫你掠着人。国民党内底掠几个啊？陈柏惟，迄个较难开来罢免，看你要安怎？是。所以我是感觉一个制度啊，看长远啦。啊，看规个社会发展啦，莫看到一时啦。OK。民进党迄阵啊，就看到哇，蔡正元我真讨厌，好啊，咧甲降低门槛啊，甲修理到今仔日知影知疼啦。OK。啊，即摆民进党知疼，啊，国民党无啥知呢。啊，过来较深刻的就是讲，迄个你讲看，即个国民党即摆一个数据要翻来即摆多数人支持翻来无毋对。但你要翻来，甲亲美政治的对冲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即个甲美国甲中国的关系，你搁去批评反中保台，反中抗中保台是即摆欧洲。亚洲、美洲所有的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呢？啊，你著有一届即个罢免，好，就要反对普世价值。我这野心有较大啦，我看无啥通啦。OK， 其实咱看到讲吼，即个反内地啦吼，也是讲其他的即个公投案吼，尤其是反内地即个部分吼，迄当阵过去咱嘛是开放着即个内务的部分吼。另外，咱等下当好好看讲吼，即阵咱的即个仪表板吼，内地遮吼，咱到底进偌济吼，应该看起来是0啦吼。等下才互大家看。啊，另外就是讲着内地吼，甲美国其实有一寡即个运作的部分，但是朱主席过去吼，嘛有讲着。即个甲美国即个关系吼，可能伫即个内地遮，有美国有一寡即个疑虑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苏波啦吼，尤其头拄仔咱看到讲辟违案要影响到218的即个公投案，但是伫咧遮头拄那个迄个咱看到讲罗水兄嘛讲着吼，普世价值、抗中保台，尤其台湾基进是拍即张牌啦吼。啊嘛有人讲即张牌伫咧即回咱讲罢免案内底已经失效去啊，你安怎看？其实选举的结果就是结果吼，咱嘛是爱讲，其实咱对咱的支持者，尤其是咱对本土阵营的吼，即个吼父老兄弟，其实咱讲实在，咱是真失礼嘛，真歹势，真感谢。吼，不过这会使讲是咱实力无够。吼，台湾基进做的是新的政党，吼，咧中立选区安尼经营拍拼，可能3年吼，连选举斗起来差不多3年的中间，吼，1年9个月咧做立委的期间，咱拍拼无够，所以咱吼即个罢免的选举无赢，这是事实。不过，这要来放大变成讲即个抗中保台即个路线的目标，我是认为讲，这可能就小可讲较伤超过啊。OK， 就像大家讲的，就讲，若毋是大家认同讲，譬如也是讲认同台湾基进对于即个抗中保台即个路线的坚持，咱有看到讲，即譬如甲咱台湾基进，甲咱在每一个同志对即个立场。吼，甲即个想法有咧顶真，有咧拍拼，有做互人看，吼，做人肯定，无哪有可能开票开甲2成4，以上特别甲2成5。是，吼，所以我认为讲一个重要就是讲，台湾基进有理念，吼，台湾基进有立场，吼，虽然讲咱咧过去中间，吼有即个选举，吼无失败，吼甚至讲选赢，吼搁互大党安尼来欺负来罢免，不过无要紧，台湾基进。继续坚持咱的立场，坚持咱的理念，来继续拼。OK， 咱继续请教赵新兄啦。头拄啊，罗俊兄讲到吼，即个咱讲普世价值，可能是自即个咱讲欧盟遮吼，即个因的议会吼，做侪决议案。另外吼，美国遮以及咱讲公投案128吼，咱讲是反内地的即个大公投的一项，咱讲公投案的这部分吼。你安怎看吼？即个国民党尾手的这个论述吼，要行向4大公投，但是佫有这美国因素，美国安怎看？咱即回单辟位也好，还是讲吼未来即个4大公投，其实讲抗中保台吼，即个主张吼，咱拢尊重，嘛是足侪人嘛拢有抗中保台，像是民进党的足侪朋友吼，以咱台中来讲，咱佫有7个选区嘛，佫有黄国书委员嘛，吼张廖万坚啦，何新纯委员吼，大家主张拢同款，所以讲咧差别为虾米有人吼可能罢免运动，大家较注意，有的就较无罢免运动较注意。就是讲，
这个可能还是在言行上面来讲啊，未来可能还是要去调整针对性的或者说刺激性的语言，这确实会造成另外一方在民主价值上觉得，其实咱虽然主张无同款，不过对我是不是爱有小可程度的认同？咱都有这个主张的权利。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讲会被针对的机会会降低啦。这不是主张的问题，我想讲是安尼，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权利去主张。我讲实在是安尼啊，讲到内地这个问题哈，就是讲对咱另外一边的国民党来讲吼，保台很重要。但是呢，抗中是一个选项。好，就是讲哪些当保台，好，抗中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哪是讲中国大陆就压爆的时阵，那嘛是要出来抗议啊。我们也是发过很多抗议的声明啊，只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相信啊。好，大概讲你讲有咧讲击绕台的时阵，其实咱都有讲要谴责伤害感情，这咱有讲哈。但不过讲实在的，可能大家无法度去凸显这个状况，可能有小可个别政治人物的言行，让大家感觉到没有那么舒服，就导致大家觉得贵进动可以弄起来，那嘛无共款，好，共款的情形，对这个抗中保台也是一样，这个主张是没有错的，或者是不抗中，但是想保台也是没有错，但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言行怎么样去适当，其实是我们在民主里面要去学习的贵点。内地这嘛是共款啊，我若是要保台，徛在咱的立场就是讲，咱无。不要去管说，伊是中国大陆，还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讲其他的国家。好，对这民众感觉讲，这可能只是一个最单纯的品相，这可能对我的健康我有疑虑。好，不是讲一定会造成什么歹的状况。我可能感觉讲，这不是上好的产品。美国一定有更较好的产品过来就好，也不一定影响说我反对这个事情，就是讲我对美国有什么意见，嘛是足介意美国的，可能讲。无爱食内地，不过就爱啉可口可乐，这有可能啊。很喜欢去 Costco， 这嘛就可能啊。很喜欢到美国旅游，很热爱美国的民主，这嘛是拢有可能的。所以讲，咱无希望讲这个公道的这议题，尤其是莱猪，它被归类成一个亲美还是反美，政治上面的认同，因为这讲实在的，这不是人民的想法。来看到讲吼，咱这个猪肉仪表板吼，自咱讲今年初啦吼，咱过去一档内底拢咧讨论这个咱讲内地这个部分，到底内地进偌济吼？咱看美国进口猪肉有无？无物件呢吼，是零呢。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啦吼，有人讲反内地是甲这个头拄啊，赵先生嘛讲吼，卖甲这个内地甲认同美国还是无认同美国白做伙，但事实上吼，真正都无认。这案佫拍落去。我是感觉安尼啦，台湾人敢比美国人较卫生。我看美国人卫生，美国人歹啦，无啥伫输台湾人啦。美国人拢伫食，台湾即摆做过教授的，做过市长去美国留学过，伫美国敢无食莱猪？就食甲痛，伊就用美国的标准，就去到美国，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这个市长，这个学者都变做无卫生去。等来台湾享用卫生超过美国，过来就日本，迄个福岛，那何时当然绝对唔好食。但伊甲福岛所有的农产品拢袂，拢反对伊进口。你若讲卫生啊，美国人无输台湾人。日本人绝对赢美国，全世界上巨魔、上挑剔的，就是日本人，伊会当食，咱袂当食。为什么？你甲关岛搞看，全世界上反对福岛的食品的，甲上反对美国猪甲牛的是什么？中国。台湾、中国。中国传统嘛。所以真不幸啊。是。这两项民进党。头前拢有犯着啦，所以人哋讲有一个后殖民现象，后殖民现象啊，就是你虽然迄个殖民者已经倒啊，但是迄殖民者的价值，你完全甲继承当作你的价值。是，所以中国人是世界上反来，上反日本的福岛食品呢，你民进党。嘛对咧，甲人反，反到即摆未收煞。我甲民进党检讨的所在足济啦。
国民党我是感觉就放弃啊。但是民进党也有担当，向社会说明嘛。是。像陈柏惟，我就是学到伊这点啊。啊来自有啥物好反对的？啊，这有担当嘛。你民进党无担当，甚至你民进党去互美国人逼到迄个法律来修改进口的时阵，迄个讨好一寡选民的，迄个招票的立委，是，你嘛唔敢甲处罚。你都无担当嘛，无气魄嘛，无迄个价值嘛。对的就是对。咱台湾人爱讲究卫生。但台湾的卫生讲究，超过日本人，超过美国人，笑死人啊！反中啦！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啦吼，对着吼内地也是讲四大公投吼，未来可能是咱讲也是朝野攻防的一大战吼，一二一八啊吼，这是一个真关键的这个时阵吼。忽然讲这是吼，这个国民党讲这是对蔡政府无信任投票，嘛是互伊一个其中的这个选举吼，还是讲吼其中的这个考试啦吼，到底吼蔡政府考会过还是考袂过吼？其实嘛爱看着讲，伫小力、大力吼，伫遮做一寡合作啦吼。所以虽然有这个基层的朋友讲，莫叫我小力吼，但是恁安怎合作咧？未来？基层是独派啊，袂使讲小力啦，这是大家是好朋友，毋过是基层立场足清楚的啦，这个说来为罢免开始啊到公投，当然这对咱台湾社会整个来讲是真严重的代志，因为有选举就有动员嘛，是，咱毋过问题是来看讲，不管是罢免还是讲公投，其实即马拢开始已经毋是对。毋是对人啊，毋是对政策啊，甚至讲咱会使对党啦，还是讲对立场啊，咱当然会使讲，譬如有一寡言行是，拄啊会使讨论，叫啊伤重，讲啊伤超过。毋过讲实在，基本上咱是因为安尼输的吗？还是因为咱的组织的地方就是无比人较完整，较大，啊资源嘛无遮济，我认为这是会使讨论代志。问题是，咱台湾基层的代志是。最重要，毋过是一个小可代志。我认为讲未来这个四大公投对台湾社会整个来讲，这是一个重要，就是讲这到底咧朱主席的操作之下，伊会变成讲对蔡政府的一个期中考。我认为这目前的态势应该已经是为这个方向来行。OK。那变成这种态势的时候，基本上就无咧讨论啊嘛。无咧讨论讲这是海草大也好，还是讲这个咱讲这个公投本身的这个内容啊吧。是，就讲。这个公投的方向，剩个外话中间，你会发现就讲未来这个外话中间，有人咧甲你讨论政策吗？有人甲你讨论讲到底猪肉有来吗？有人咧甲你讨论讲台湾的电要为倒去，为倒来吗？还是讲台湾的那个晶片要去倒，要安怎较美国吗？无人会去讨论这，但人会去讨论讲我是介意认同。蔡政府的执政，我就甲断落；我若无认同，我就甲断落。咱若变成安尼的时候，我认为这对民主是有伤害的。是，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就讲譬如这个罢免人，其实是一个讲对未来这中间12月这个公投4案中间，这是一个开始啊。毋过大家若无注意，甚至讲大家无去思考讲，若是变成这种动员的投票方式的时阵，咱若不管怎，大家嘛是要做准备啊。是，咱讲过去啦吼，这个公投罢免的这个坎拢是双2啦吼，拢爱过50%，但是即阵连咱讲公投案嘛是差不多1/4就当过啦吼。未来安怎观察？咱看赵先生安怎讲？其实我看啊，公投啊，这代志虽然讲进动拢想讲吼，要赋予它政治上的意义，啊，不过对选民来讲吼，这有内底有3项吼，咱个话叫 easy issue 啦，就是足简单的议题。OK。啥物是 easy issue 的？就是讲内底我想要食的是无想要食，无想要食我就反对，我想要食我就赞成。啊，合适嘛是共款，我介意我就赞成，我无介意我就反对。好，公投把大选嘛是共款，我刚刚这是我的权利，我就赞成；啊，毋是我的权利，我就反对。吼，这3项咱叫 easy issue， 是较简单的问题。反正是藻礁较复杂。OK。啊，藻礁较复杂的时阵，咱这环保的问题到底是安怎才对？安尼较专业的，大家爱讨论。啊，我若是无法度讨论的时阵，我就找我较信任的人。我较信任的人，信任的人就是有当时我较信任民进党，我就听伊的；我较信任国民党，我就听你的。反正是这个问题，原底是公民运动后壁可能变做政党对决。啊，我头前3项因为都足好理解。OK。好，所以讲伊可能还是民众自己的这个意识表达。所以我觉得我是刚刚讲无必要
互伊伤济的政治的意义，伊就是选民的一个表达。啊，毋过对执政党有压力无？有，为虾米？这拢是执政党家己的政策。所以讲，你若是伊家己的政策去互选民拍枪，佮一届拍枪死的，当然嘛有压力啦。OK， 想要请教罗俊兄。这个罢免甲公投，拢合作直接民权。是。直接民权就是政党什么边啊？第二政体制什么边啊？人民唔爱互这个政党第二体制干涉，家己做决定，叫做直接民权。理想真好啦，但人性未变啦。你讲会当用伊来烧台，啊！你讲政党哦，民进党无可能大家拢承认，国民党嘛无可能大家拢承认。所以规尾，迄个理想虽然真好，演变就是直接民权变作干第二这个体制、这个权力精英的小台工具啦。是，这人性所以难免。所以咱一个制度违背人性，一定出反弹。这是咱今仔日面对公投甲罢免这款直接民权应当要有健康的人性。感谢，多谢。